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：上命无保，食水倒无。伊的意思是讲，算命先生若无讲一寡好话，可能连买水的钱都趁无。会去互人上命的人，大部分是生活过了不如意，若无讲一寡鼓励的话。后回就无人会找伊看命啊！这就甲咱做生意同款，点头的主盘，喙水若好，人客听到心内嘛欢喜；人客起毛钱若好，凡事阁会甲你加买挂，安尼生意毋才会好。人甲人的交配嘛是安尼，自细汉时大就甲咱教，看到人就爱叫。人总是爱听好听话，准讲和慢讲话，上无面爱有笑容，人嘛会感觉咱好笑神，较好斗阵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